平安吼，非常多谢大家吼。我是陈志定，即摆是现任咱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长。有通吼代表协会就台来领赏吼，要大先吼，就要先感谢阮长期伫咧打狗在地做伙拍拼的咱协会理事长吼。咱今仔有来现场的，像讲咱金花先生，搁有喜美，搁有即个 April，咱在场来咱现场吼。再来吼，第二吼就是上辛苦的吼，就是咱总干事处的人员，搁有咱的工作团队。今仔有来现场的像迄个丹路吼，阿秋、阿杨，搁有阿文、依欣吼，老高即甲我补充一下，好多谢。再来吼，搁有咱即马咱虽然讲咱是设伫这打狗吼，咱的会员是为世界各国的吼，特别吼，多谢遮会员吼，共心吼，共理念吼，来做伙来相敬这台语文，做伙来相挺吼。特别吼，咱有协会吼，有3位吼，荣誉会员吼。头一位吼，就是咱的梁光兄吼，即届主办人梁光兄，搁有陈先的，陈瑞先的吼，即摆伫加拿大，搁有即个赖日先的吼，赖日先伫咧中华吼。即3位吼，自协会成立到今吼，甲阮支持鼓励，搁有听惜啦。当然吼，搁有咱即届办理的即摆展的主办单位吼，迄个咱的指导单位、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搁有赞助单位，大家吼拢辛苦啊！咱迄个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吼，是伫2022年前年吼，咱正式来立案的。立案进前吼，阮顾迄个打狗台语开讲社即个名吼，其实已经伫咧在地运作7档啊。即7档吼，阮就是跟即个指导老师吼，陈金花先生吼，搁有即个咱历届的3任社长吼，迄落就是大家做伙开路拍拼出来。另外吼，嘛搁有甲咱牵成伴社团成长的即个台湾马蹄协会。搁有高雄市第1社区大学，伫遮嘛需要特别感谢。现此时吼，阮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固定在做的台语事工吼，有像讲咱有非常完整的台语文的教学课程，为初阶班、进阶班，搁有全面台语认证的即个加强班，搁有教材教法的研习，搁有咱全年度的即个全台语的年度讲座吼，咱像讲咱今年吼1档12场，咱今年就是要来小解陈明仁，搁有2位作家吼，互搁较侪人来熟悉讲咱正港的台湾文学吼，咱这号做台文作家系列的讲座吼，咱这已经开办3档吼，嘛小解侪即个咱台语的文学吼，搁来咱嘛有像讲协会遮嘛有办理。即个教人安怎使用即个找台语的词典，搁有拍台语的输入法，这是由咱即个创办人喜美先生来亲自教学的即个台文假死面的合办讲座。搁来搁有咱像讲线顶的开讲会，逐个月第3拜六吼，第3个拜六就是咧提供即个全台语的舞台，互大家开讲的所在吼。搁来搁有咱帮赞大家使用台语思考。提升台语文能力的台文读册会吼，阮即摆协会吼，逐个月吼至少拢办理超过5场以上的台语活动吼。除了遮固定办理的活动以外吼，迄个协会成立以来吼，嘛有侪无共款的即个甲无共单位合作的经验吼，亲像讲旧年热人休热的时阵，甲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做伙合办即个罗马字文化节，即逐档的4、5月拢会办理吼。搁有咱旧年嘛联合超过10个民间的社团办理咱全世界头摆的单类台湾文学节吼，搁来咱嘛捌申办过政府的即个讲台语优国籍亲子导览的团队吼，营队，搁有即个甲高雄文学馆遮合作办理讲座、读册会、册展等等吼。大家吼若是有任何想法，还是建议，也是台语文相关问题，还是需求吼，拢非常欢迎吼，会使来找阮协会。亲像讲台语文资料的整理、翻写、翻译、文宣的设计、出版、活动规划、顾问主持等等吼，拢非常来直接来甲阮指教。好，多谢大家。